呢度可以容納582個足球場，22個香港維多利亞公園，但係除咗花草，基本上乜都冇。呢度係 Sydney 西南部嘅 Mount Annan Botanic Garden。呢度唔單止係一個公園，佢仲係一個科學基地，因為科學家喺呢度研究澳洲原生物種，甚至有一間銀行喺呢度。呢間唔係匯豐銀行，呢個係種子銀行。就好似一個綠色嘅保險庫，為幾千種面臨各種威脅嘅物種留住一個生存落去嘅機會。呢片土地屬於 Dharawal 人，喺原住民嘅文化入面，土地唔係用嚟開發，而係用嚟守護。因為佢哋相信人只係大自然嘅一部分。我哋城市人凡事講求快捷，認為每一寸土地都必須擁有功能，後來先發現大自然最需要嘅，正正就係呢種留白。參加遊戲，請跟住以下步驟提交答案。請去我哋喺影片入面展示嘅地點揾出答案。揾到之後，同答案影張相，記住相入面要有你個樣，上傳張相俾我哋，咁就大功告成。主持人之後會回答你，佢哋會話你知下一步點做，同埋多謝你睇到最後。